德国突然倒戈，莫斯公开认俄罗斯是欧洲国，普京不到24小时就接招，摆明要联欧抗美。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，德国总算被现实揍醒了。之前跟着美国制裁俄罗斯，结果自家企业损失超1000亿欧元，能源断供，工业外迁，化工钢铁行业快扛不住，通货膨胀更是压得民众喘不过气。反观美国这边逼欧洲反俄，那边抢着要丹麦的格陵兰岛。欧洲各国只敢派几个人象征性驻军，根本不敢硬刚。莫斯这回直接改口，就是想重回默克尔时代的务实路线。当年靠北溪管道买俄罗斯廉价能源，欧洲经济稳得很，还能让美国多几分忌惮。不光德国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松口，说该和俄罗斯对话了。欧盟更是坦言，迟早要和普京谈判。普京嗅觉极灵，莫斯话音刚落，不到24小时就接见了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大使，表态愿改善关系，还提多极世界，明着邀欧洲联手反霸权。欧洲挨够了美国的坑，俄罗斯需要打破孤立。这场双向奔赴，本质就是拆美国的台，让霸权那套彻底失灵。